幾蚊一場咧？又貴又快。開。8秒進攻，3號3分炒啊，跟住淺色嘅31D。8秒進攻，5秒。呢個白色28 2分炒，綠色3號 D 飯。8秒進攻，5秒，3秒。呢個咁靚仔6號，佢會好開心㗎喎。8秒進攻，27 2分炒，呢個3號高板啊！哇，呢個犯規，6號白色6號犯規。啱啊 ，P.S. 加 P.S. 係6號3分炒白色3D 版。27犯規。帶佢去打晏晝。頭先12 2分入啊！10號啊！呢個10，佢唔係真博咩？真博已經到。10號換咗個3號。白色32分炒，綠色10號 D。6號槍，呢個白色28。6號白色6號2分炒，綠色37，有點27有點。白色12犯規。
號2分入啊，佢好人嚟㗎嘛，要計多啲 turnover 之餘要計多啲數。你見到啲全部負嘅。8秒進攻，28分炒，28 over。8秒進攻，5秒，12 3分炒，綠色3好啲吧？白色13 still 綠色10。白色32分炒，因為白色6號好板。白色3 1 2分鐘。我佢調翻出嚟。睇先，綠色27 2分炒，白色12啲。淺色天科3次，6號2分。10。白色6號走11入。綠色10號入。綠色上號炒1，白色3 1 D 版。8秒進攻，比賽時間1分鐘。0號犯規，10。0號犯規，綠色天科3次。白色28 97號入，綠色27 9 93。30秒入1。我晉升嗰一次好慢，太想收工啦！
3至6節，一陣退3喎佢數學唔好。白色上3分炒12歐版。加油！跟住你會眼瞓咯。試下。冇人清。球炒啊，10號，即係6號歐版。見得多啦，0號2分炒，白色28 D 版，而且做多啲啊，做多啲啊，開始。2分中7咗。31犯規啊，白色。傑克老師。炒一。10號2分炒，白色31個。10號3分炒，白色1點。12 2分炒12歐版。綠色添多2次，6號3分。係啊，佢自己跳第3節，佢唔識數學，我撳一下佢跳2下。壞了壞了！但係如果我而家轉嘅話，佢應該會 reset 咯。冇啊冇轉。係啊，所以我哋自己 mark 住先。我冇啊，我唔敢撳。但好快。唔係第3節。時間唔可以多。12日。其實呢個係太貓嘅，用太貓數，但係幾多秒？10都有啲版。有人問你寫唔寫？其實睇到快。呢個抄好先。炒啊炒啊！好冇！好冇！抄好快，快8。
第手，第手。綠色0號3分炒，白色11點。11兩分炒。邊個對波？邊個對波？邊個對波？誒，好波！呢邊3分炒。誒，go！ 28，白色28。打球。OK， 好波。好定先啦，好定先。3號。誒，好波。綠色10號2分炒，白色10。冇人，私分。啱啦，第手，啱啦，啱晒啦。呢個3號3分炒。要買。白色7號3一就咗，綠色嘅6號93紅3。淺色暫停，人爆裝備。快管理。綠色天花3次，27兩發。邊3次。我先講，好討厭。但係佢唔開波啊嘛，佢唔接波。3分炒，900。出去跑2圈咯。0號2分中。唔係啊，佢個機器唔關佢個機器。28 2分中13個。佢嗰個 pace 係一度成日都收唔到。1分鐘。綠色6號3分鐘。8秒進攻。
10秒。5秒。3秒。又爆珠啊！你兩個就爆珠嘅你個爆珠嘅定義咧？0去入1，唔犯規成個鐘係咁 run 啊嘛！打嗰啲彈珠咁樣，前前後後。就係打機0號2分炒，白色12邊，白色12分炒，綠色10號碟。2分炒，6號 O 6號2分炒，全色暫停。13強。嗰個啊？其實我反光睇唔睇到，我而家睇我贏1分鐘啦。大秒進攻，3分炒。我聽唔到。6號 turnover。2分鐘。2分炒31 O 版，11。係啊，2分鐘11。搞笑。13犯。
係白色。同解先要講嘅5秒進攻。你女朋友一樣啊，雖然但係唔係，你有嗰個我係9號，28號係82。點料？3-1-3分2分茶，跟住綠色10號點球，希望下次呢兩個諗法。呢個3號3分。你落啊！我見到3分。頭巾老母嘅頭巾點算？老母嗰陣時話俾人收晒啲頭巾入去消費度，6號3分鐘啊！0號2分茶，白色6號啲吧。白色11分。未得。淺色天福3次，93炒1，淺色13，我係清錯啊！8秒進攻，3號 still 3號，31分。你啊，3號嘅。一樣啫嘛，3號、6號、9號。玩嘢嚟呢個綠色11，好啦。0號2分中，淺色3踢。3-26，識講嘢。但係佢唔喺度喎。你居然冇用啊！今日。因為我哋生招牌。冇錯。招牌放喺度。白色6號3分，炒。跟住白色12 O 板。白色11 3分，炒。呢個白色31 O 板2分，炒啊！綠色3號先，差啲我哋。綠色10號2分茶。即係而家係6號11 12 28分。3分插綠色0號，白色31雕綠色0號，1分鐘。白色31 2分鐘。
93點。八秒進攻，28兩分差，6-7-93點啊！7號。尾板28兩分差，6-7-93點。6號、7號、12、13、31。白色6號兩分差，6-27點。8秒進攻。6-27，4分。3分差，又打，又好啊！6-27兩分差，27歐板，23分，跟住3號3分差，8-13。4分喎。唔係，白色6號3分。哦。好似白色6號3分。淺色6號4分，淺色天分2次。綠色10號2分差。10號5分啊，綠色。綠色10號5分。知啊，依榮。冇依榮。下一場。最多嚟嘅。
幾題。公平講。我錯我都打。我同3分炒，我輸數好啲嘛？呢個7號輸10。綠色對象幾有兩個。兩個。色有幾個？冇晒。好啊，打陣。綠色暫停。27。爆豬啊！哇！大錯。啱啱2分入。鬆色睇住7號茶啦，跟住呢個6號93。3分炒12歐版，8秒進攻，5秒，3秒，2分炒綠色93。爆豬。白色天賦3次。細啫嘛，93分綠色天拋4次天拋門。唉。馬拉松全馬冠軍，香港本地。我照嚟講3打。佢哋嗌他管理。邊人？我睇望。雙方暫停用完。
睇唔到。8秒進攻，5秒，3秒。但係佢冇錯破壞炸場。嚟快嚟！比賽時間10秒。5秒，3秒。1秒，俾佢時間1秒。但係我加唔到1秒，升唔到1秒。睇定嘢食咯，揾定位先，人多啊，唔使黃嗰個，好似我嗌定嘢食好快。佢要成個5車。唔係啊！暫停用晒㗎啦，你哋。仲有1秒，1秒。仲有1秒咪可以掉落個框度自己執啦。仲有1秒，但係撳唔到1秒。OK。仲有1秒。大鐘仲有1秒，冇得換啊！而家最後一邊冇得換㗎啦。貼啊！